欢乐台南来遮佚佗，2023嘉义购物嘉年华即将伫咧10月14、10月15，伫嘉义区公所头前盛大展开。今年活动邀集120间摊商参与，各种美食、饮品、食的、用的，啥物拢有。而且不止好势好买，更有邀请到统一狮的啦啦队东港来现场表演。对10月7到10月13是咱嘉义购物节的阮一个含商圈结合的。为了促销活动啦吼，因为这期间佫有拄着咱的中元节啦吼，所以有足侪款特优惠活动礼物包啦吼，欢迎各位来参加吼，来购买吼。第二个活动就是咱的嘉义购物节吼，嘉义购物节伫个10月14日伫个举办啦吼，这举办今年有较无共的所在，就是讲有咱的邀请咱统一狮的啦啦队来遮表演啦吼，即届这暗会吼由咱UEE的协会来办的吼，来主办啦吼，有一个啦啦队的比赛，嘛欢迎各位迄个国中小、国中以上的阮的好朋友若有机会会当来参与这个啦啦队的比赛活动啦吼。嘉义商圈也结合商圈内28间优良店家，率先伫咧8月1号到10月期间推出购物节首幕曲，希望借此带动大北门区的买气。在我们疫后的经济呢，在我们大北门区呢，来带动整个消费这个热络。所以说呢，我们嘉义商圈呢这一次结合我们的店家呢，将近30家呢来提供优惠办法来用一种金喝康优惠的一个方式提供来店里提供优惠办法，满额送消费券送那个摸彩券然后呢摸彩券呢可以同时呢得到我们的3叶机车，还有我们的65寸的电视刮刮乐。嘉义区长林耿汉表示，嘉义购物节一直拢是大北门区的盛典，百大又一市集，就参像一个嘉年华同款。今年的活动更量力台南400甲棒球的原则，欢迎大家做伙来遮佚佗。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